拿去做科技园区、做工业发展，所以会把农民的地抢走。所以现在土征条例的农民们正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争取土地正义，争取自己居住、自己生活的自由。那一样，在花东也是土地的问题，只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土地比较多的拿去做观光的发展、观光的开发。有听过各式各样的 BOT 事件，对不对？那我相信，其实 BOT 它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，只是在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使用上面，都是把我们生活的土地，我们大家所共同拥有的国公有地，拿去作为私有财团的发展跟开发。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，大家最近是不是都有听到一个东西叫做太鲁阁剧场？有哈 ，Facebook 上面很多人在联署这样子。那这个剧场呢很有意思。老实说，因为我们长期关心花东的发展，这是一个去年的议题，去年底的议题，然后今年底又被人家拿出来炒。我们保守估计，大概是因为 Google 赖声川之后，发现了这个太鲁阁剧场。如果没有关系，因为其实太鲁阁剧场它的预定地是在利乌溪的南口。利乌溪是哪一条溪？就是太鲁阁里面不是有一条溪吗？好，利乌溪的出海口。地方要盖一个非常大，大概它其实规划面积有13.5公顷的太鲁阁国际什么旋转剧场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它是在河口的新生地。如果有学这个自然相关的科系的，或者是我们高中学地理就知道，河口新生地怎么样？新生出生来的地嘛，所以海浪也会有侵袭，河水也会有侵袭。所以呢，其实花莲县政府去年底做了一个这样的方案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招商，到现在也没有厂商敢投资。厂商又不是傻子，要投资一个地方进去之后，然后台风吹啊，地震震一震啊，大概就倒了就毁了。所以其实太鲁阁剧场这个事情呢，现况下是暂停的，不太可能新建，因为那个场地是不适合的。所以其实他们在新城跟秀林，就是花莲的北半部呢，也另外在找寻地点做建筑的工作。不过这个议题很有意思，我们开始想到花莲或者是花东的发展，需要这种大型的建设吗？我们有可能要建观光度假村，要建游乐区，要建海洋公园，要建剧场，还有听说要建庄园式或者是农园式的什么酒厂啊。那还有听说要在花莲的光复盖一个那个 F1 的赛车场，非常厉害哦。我们花莲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舒马克在吃扁食哦，有没有？我们盖了 F1 赛车场之后，可是这样的观光发展的模式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吗？或者是在跟我们东部在发展的议题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北边从太鲁阁剧场到整个东海岸，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BOT。例如像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在这边有没有看到中间的黑色的那个围巾？不是围巾，毛巾，头巾。它上面写什么？反美丽湾。好，反美丽湾，美丽湾美不美丽？不美丽。哇，不美丽。好，前面这一块人一定都很知道，后面的人一定不知道美丽湾在干什么哈。美丽湾呢，其实是盖在台东山园的海湾上面的一个度假村。那这个度假村最有趣的地方呢，是它的环评已经被最高法院判决环评无效，所以无效我们基本的概念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合规定的嘛，那怎么可以继续盖呢？可是台东县政府不管了，他说我们为了要顾及厂商的利益，这样子以后没有人敢在台东投资啊，虽然违法，我还是给你继续盖下去，拼了命的盖下去，有可能今年底就要正式营运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一个建设在海边呢，如果你有机会去路过的话，就会发现它长得很突兀。那这就是一个 BOT 的形式，他们侵占了本来居住在山原刺桐部落的居民的生活的空间。但是台东县政府的县长，他叫黄介廷，他说这些原住民长期占用我们国家的土地。这件事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是国民政府来占用原住民的土地，还是原住民占用国家的土地？先原住民先来，还是国家先来？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回到整个在东海岸的开发上面，都有第一个问题叫做是土地的问题。土地是谁的？等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歌手巴奈、还有纳布、还有苏明，他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强调跟说明。那等一下接着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阿美族守护联盟，他们也会针就土地的问题做一些说明。
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是我们在讨论发展这件事情。东部发展条例，东部要不要发展？要，对，没错，我是花莲人，所以我觉得东部一定要发展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学生都出去外面之后都找不到工作。我常常说我们在花莲念书念那个2、3类组的，不知道回花莲要干什么，因为根本没有工作机会。但是花莲要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？其实我们这几年整个西部在发展的，在从10大建设开始经济起飞之后，其实那个时候喊出一个口号叫做产业东移。在民国1990年的时候喊的产业东移的口号，可是呢，后来证明这个产业东移无效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东部的土地上面是不适合的。所以这几年，这10几20年当中呢，行政院、经建会他们做了很多各式各样东部发展的想象。但是不管有人说要做农业啊，有人说观光啊，做什么什么东西，它都脱离不了2个字，这2个字叫做永续。我们开始重视在这块土地生活，是我们希望可以永远在这边生活的。西部的土地利用方式并不永续，我相信在座很多是西部人，你们从西部的海岸或是山边来，看到了很多发展的方式。这个方式是东部要复制的吗？是东部要走向这样的模式吗？其实它跟我们想象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那回到整个在花莲跟台东，在明年开始会有10年400亿的经费开始要建设花莲，建设台东。那其实花莲县长叫傅昆萁，他也提了新10大建设，这些包含了太鲁阁剧场啊，包含了高空缆车啊，包含了刚刚讲到的 F1 赛车场啊，各式各样的这种大型的建设，期待透过公共建设来促进地方繁荣。可是公共建设有办法促进地方繁荣吗？花莲的海边有一个叫做海洋公园，这远雄盖的饭店很厉害，5星级、6星级的饭店，然后又有一个听说是媲美什么亚洲最厉害的海洋公园。他盖在那个地方之后，他说：“我们会带给花莲人就业机会。”结果什么人有办法在里面就业？我们花莲的同学大部分在里面能做的就是卖东西啊，清房间啊，整理棉被啊，大概就这样的工作。他的管理阶级呢，很多都是从台北或者是他们远雄企业进来的。那他的表演人呢，都是一些俄罗斯啊、乌克兰的人啊，在里面跳一些跟那些海豚一起跳舞。那同样的，在海洋公园旁边的是盐寮村。盐寮村本来有一间国小，我们这地方发展的可以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契机嘛，经济开始繁荣了。但是盐寮国小后来就废校了，因为人都移到花莲市去了。本来的小渔村更没落，连捕鱼的机会都没有。因为其实你任何的东西盖在海边，污水处理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因为没有人想要花钱来好好处理，放海流最简单。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，我们在远雄上面就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它没有办法带动地方的发展。它可能带动的是 GDP 的上升，因为有消费行为，但是对于地方的发展是完全没有益处，因为你没有让地方的人可以工作。美丽湾它最近开了一个工作，就是我们增加200个、300个工作机会这样子。它的条件，高中职以上毕业，最好还会双语。你可以告诉我，那附近的高中职毕业还会双语的人有多少吗？所以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样的产业模式，这种大型的观光发展的模式适不适合东部？跟东部在生活的人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东部要发展，可是要发展的人是谁？是生活在东部土地上面的哪一个人？他有什么样的专长？他有什么样适合发展的模式？这个才是东部在未来发展当中想要的。那东部发展联盟跟地球公民基金会，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团体，我们长期就是在东部的团体，我们长期关心东部的发展。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要发展的是低碳绿能，是农业，是无毒有机的产业，是文化创意产业。观光这个选项，其实以现况游览车式的观光发展，并不是东部所寄望的、所想要的。那我相信在这边大家来这边听这些东西，应该都会有一些想法。很简单的，如果你们以后要去东部玩，你们可以去看看有那种小旅行啊，或者是去一些他们有办一些小小的活动可以参加。那大型的景点你也可以去观光看看，可你会发现你会跟大陆人生活在一起，因为整个东海岸现在在进行的观光模式，其实都是游览客式的那个大陆客的那个走览这样子。不过我讲一句实在话，
他们住的饭店是陆资的，吃的餐厅是陆资的，连去逛的那个艺品店也是陆资的。他们来台湾来花莲，可能他带来就是观光景点，在太鲁阁挤满的人，然后带来一些垃圾。可是连赚钱，他整个消费行为，通通就是大陆人在台湾盖一个东西赚大陆人的钱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发展模式，已经我们看到这个观光发展模式是非常有问题的，不是东部所寄望的。那什么样的模式是希望的呢？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持续在讨论当中，怎么样还是适合东部发展的东西。那我们认为一个很大的要件，永续，还要把脚步放慢，放慢才是东部的出路。那在那个演讲台那个地方，它有一些我们在东部发展的一些论述上面整理的资料，等一下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过去拿。同时呢，在台大真的是运气比较好哈，在12月的19号。保育社的同学，看到好，12月的19号就是下个礼拜一，在晚上7点，在新生的202有阿朗伊古道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全台湾唯一最后一片自然天然的海岸线。那保育社请到了屏东环盟的洪辉祥老师，在阿朗伊古道的保存运动上面最重要的一个人，来到台大跟大家分享。12月19号礼拜一晚上7点，在新生202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看，屏东或者是台东这边的人对于这条古道的想法是什么。同时，它一定会牵扯到底东部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，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所需要的。OK， 那你们那个地方的第一宣传好像也有这样子，所以记得下礼拜一还有一场很好听的演讲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要邀请阿美族守护联盟的底部斯拉还有老翁。他们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原住民土地跟东部发展的议题。我这个灯真的看不到你们，看到了耶！好，来我们掌声邀请他们，谢谢。我是迪布斯，我来自花莲拿刀兰部落，然后自我介绍。来后是个马布隆，大家好，我是史拉，我是来自花莲的玉里的安东部落。今天爱萨利嘎嘎马部落，爱好，好，我是来自花莲瑞穗乡马丽云部落的，我叫老翁。然后，我们是一群就是年轻人，40岁以下。然后我们是因为那个灯很亮，我看不到大家。然后我们是板炸，就是花莲人称阿美族自己叫板炸。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文宣，就会知道我们是阿美族。那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其实是在去年，99年11月21号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结盟的行动，在花莲丰滨乡的港口部落，目的是为了就是土地的开发案，让我们的部落就是有土地的问题跟争议，以及我们的传统领域到现在为止没有受到重视，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是集结了13个部落。那在文宣上面有看到就是13个部落，那这13个部落都是所有土地争议的，当然还包含没有就是结盟的其他部落，因为土地的开发案实在是太多了。除了刚刚就是中岳讲到的东海岸之外，在纵谷太巴朗部落也有开发案，可是它的开发案是由林务局主导的一个就是平地森林园区。那我要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结盟。其实我觉得要来这个行动，就是来这个活动，或是参与，就是有一些学生社团的一些演讲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心痛，就是要告诉别人我们的传统领域流失这件事情，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，然后也是一种伤痛。因为国民政府来台之后，他接收了日本人的土地，从来没有问过原住民在这一块土地上做了哪些事情。那最近也有很多部落，他们有在做传统领域的划设。那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传统领域。很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原住民生存以及生活，我们种菜、捕鱼或是上山打猎的土地都叫做传统领域。我们有自己对这一块土地的自己的名字。
每一个族群都会有这一块土地的，就是对于某一块土地的自己的名字。那我们为了要发扬就是我们的传统领域，告诉别人这块是我们的传统领域，但是我们不是拒绝开发，所以我们希望，但是太多的开发都没有问过原住民。那我们也是阿美族守护联盟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守护阿美族的土地，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部落就是集结起来。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做长辈的手跟脚，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力量来到台北，或者是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监督任何的法案，所以我们年轻人站出来，我们念了那么多书，我们希望能够为长辈服务，所以我们就是监督这些法案，监督这些开发案，所以我们集结在一起。我们在去年集结之后，我们在1月28，我们到总统府就是做一个静坐的抗议，然后呢，隔天我们就是到了总统府陈情，然后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。那我们文宣上面有我们的网址，就是我们受到了就是总统府的参议对我们的很不礼貌，他对我们的原住民，就是我们阿美族非常的不礼貌，然后他还有一些很野蛮的举动，但他现在也被换下来。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在总统府里面都有这么大的官员，就是对原住民这么不礼貌，我们又要怎么去看待这个社会怎么看我们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改变，这个改变是希望台湾的社会大众能够重视原住民的土地问题，还有土地上面的人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文化等等。那在网页上面，我们有放了很多，就是从去年到今年，我们参加或者是我们主办或者是我们协办的行动的一些记录，还有一些新闻稿，还有一些影音。然后大家只要在网络上面搜寻反战阿美族守护联盟，就会看到我们一连串的行动。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更多的年轻人，那边原生代的哈，就是可以加入我们啦。因为真的，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不是很辛苦，是我们的资源真的很不足。就是像刚刚中越他们在花东，他们是一个组织，他们有钱，他们有时间，他们有组织，我们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希望成立一个组织之后，我们被绑手绑脚。我们不是不要资源，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我们，然后支持我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Sla来讲说，为什么年轻人愿意站出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Sla。那我现在就读政治大学的民族系的硕士班。那其实刚刚姐讲那么多，大家听起来很严重、很严肃。那我讲一下我为什么要站出来，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活动。其实，我到硕士班的时候才比较因为虽然说大学部有接触，但硕士班的时候比较才接触这种比较严肃或是比较深刻的议题。那因为学民族学、人类学，总是会面临到去反省、去检讨、去审视一些过去原住民族在这个社会当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。那我在这中间，我也开始回去我的部落。我从我的部落当中，我从我老人家身上，还有从很多我的叔叔伯伯身上，我看见那些伤痕留在他们的心中，留在他们身上，那是非常难以抹灭的。可是我在这样的寻根之旅当中，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应该要做的。而就像姐讲的，我们要当老人家的手跟脚，我们要当他们的嘴巴，成为一个平台，让他们的声音可以在这个主流社会当中，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原住民到底在想什么，原住民是不是很遥远，还是很接近？那原住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，怎么样的一群人？那我其中我参加一些活动，例如说像是这个一个活动叫为Sla而走，他从花莲的光复乡一直走路，他巡礼了各个就是阿美族部落，然后一直到台北。用走路的，我用走到各个部落，我听到老人家他们口中说的，他们土地如何流失，是怎么流失，那样失去的伤痛，我真的觉得阿美族或是原住民跟土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，非常非常连结很深的。就像姐刚刚讲的一样，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知识，到每个地方我们会有自己的命名。所以说，一个小小的部落，其实它的名字，每个地方名字可能会有40-50种。跟我自己部落，我部落很小，但是其实名字就很多。那逐渐可以看到我们跟土地之间的关系。那其实在这边的话，因为我其实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。对，那我希望鼓励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去探寻你们自己是谁。你们了解你们出生的地方吗？或是你们了解你们父母亲从哪里来吗？我觉得我们人都要去省思自己跟土地之间的关系，就从你自己开始，不单单只是原住民。我相信大家都很爱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，
所以我今天真的是把我的例子讲出来，也希望鼓励你们能够去了解自己从何而来，然后进而去了解自己跟自己土地之间的关系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就是一点点的心得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喂，大家好，就是刚刚他讲到了，就是这个为死拉而走的活动。那在上个月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都兰也有一个活动，很类似，叫做为死拉而跳，有听过吗？有，也不是为你啦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死拉是土地的意思，那为死拉而跳，因为当地的都兰比，就是现在面临了一个就是 BOT 的案子，他们打算用 BOT 案子去过关，然后去开发那个都兰比的土地。但是都兰比一直都是都兰部落在海祭的时候的实施祭典的场地。那当地年轻人就决定要起而去反对这样的一个案子，所以当天呢就有一个为死拉而跳的动作，一个行动这样子。那他们刚刚都讲完了，就是那么样悲戚，那么样难过。大家对原住民运动的观感一直都是觉得很悲情或什么，但是我们今天用一种比较柔性的，那我们唱一首歌来讲讲土地的故事，就想对大家来带这一首都兰的古调。这首歌是犁田歌，就是当地的老人家呢，在以前都是用水牛嘛，以前还没有机器的时候，就是用水牛去犁田的时候，那他会一边唱这首歌，一边犁田，一边跟牛讲说啊，你真的是很懒惰。好，那就带这一首歌，知道吗？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呼啊呼啊耶，呼啊呀，吼吼啊耶，吼呀呀，吼哎，吼吼安，吼吼啊吼啊吼哎嗨。哎呦啊嘿，哎呦安呼安那呼啊嘿，哎呀哎呀，好哎，好好安，哦好啊好啊好哎嗨。嗨呀喂，马萨里巴里巴，大姨妈咕努米苏，好呱呱好牙都，阿妈达古达古，萨古努乌吉达古吉达好啊好哎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板炸守护联盟。